相传倚天剑乃上古神兵，汉高祖刘邦用它王霸秦，灭西楚，创立大汉。青钢剑乃绝世利刃，光武帝刘秀用它平王立志，中心此两柄剑自古一时便供在宗庙中，被视为护国神器。中汉末年，社会动荡，朝廷开东清末经历了外戚专权、宦官乱政等一系列乱象。朝廷之外，黄金兵器烽烟烈丽，地方诸侯、豪强、山贼趁机作乱，大汉江山风雨飘摇。少帝，赶紧走吧，我也坚持不住了。是啊，孙子，赶快！我已是被废了的少帝，况且东楚老贼镇杀我母亲，害我全家，我已无生命。临终之前，我想把一件事关汉室江山社稷的大事，托付给二位校尉。这两柄剑，一柄名曰倚天剑，一柄名曰青钢剑。倚天剑是高祖皇帝斩莽起义时所持，高祖皇帝用它亡秦灭楚，创我大汉江山。另一柄名曰青钢剑，是光武皇帝在落难时以神人所赠，乃兴汉室之功臣。这两柄剑均是我大汉护国神器，只要这两柄剑在，汉室就不会亡。朕想，终有一天，护国神器必被能臣贤将所得，他们会忠心辅助明主，复我汉家江山。朕已经没有机会再守护下去了，现在就把这两柄护国神器托付给二位了。曹操不堪董卓暴行，假托行天地密诏，朝领诸侯协力诛杀，滔天众诸侯纷纷响写此诏书，号令天下义士，围剿国贼，见诏如面，不速奉行，钦此。我军奉天子密诏，大兴义师，剿灭国贼。望我等齐心协力，光复汉室，拯救黎民。什么人？你们想造反吗？呸！狗贼！今天我替天下人杀这狗贼！杀！去，把那两把护国神器给我拿过来。弄主为妻子草诏，也显示汉献帝没有找到，没有找到，禀告太师，没有找到。其他是天剑、青钢剑两柄护国神器，这时才发现，
误国人妻已经被赵安领权，秘密带回他的家乡长山郡真定县。你们快看啊，咱们长山的风景多漂亮啊！风景秀丽，景色宜人。对，宜人，真宜人。芙蓉照水，玉波潭，两岸蒹葭映远来。迎风把盏，一怒消，醉我长山，何忍还？嘿，好事，好事！哎哥，你说你跟子龙同一天上学堂拜夫子的，为什么经常看到子龙做好事，却不见你做什么好事出来啊？虽然说吟诗作画我比不上子龙，但是要说起捕鱼来，那我可是高手。别吹牛了。好了，你别闹了，赶紧上来吧，我们知道你厉害了。严城，子龙，这没事，说不准，严城看见了一条大鱼。啊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儿，去救严城，你去通知我爹。快走，快！老实点。说，这村子里是不是有个叫赵安的人？你们找他干嘛？你认识赵安？一看你们就是坏人。你们杀了我，我也不告诉你们。快说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慢着，听他的口气，他应该认识赵安。走，进村。赵叔不好了，村里边来了几个神秘人，抓走了柳慎。子龙让我来告诉你们。去看看。停！哎，严城，你小子啊！大人，又一个人自动送上门来了，见机行事。是。你欠我债不想还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还苦肉计。上一次你就用过一次了，这次说什么我都不信了。愿赌服输，你输了当然要给钱了。你雇这么多人来帮你演戏，得花多少钱？有这钱你干嘛不还给我？小兄弟，你说的对，他连欠你的钱都还不起，那他雇我们演戏的钱，我们跟谁要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听说他有个师傅叫赵安，那徒弟的债师傅得还吧？你一定知道这个赵安住在哪里。一个村子的，我当然知道。好，你就带我们去找这个赵安，要到了钱，分你一份。好啊，那一言为定啊。走，拉住了！杀！
是吧？我来帮你，结束了。越忙越露怯。走，走，向左一块走，谁也走不了，上！呀！子龙，师傅，我怎么样了？快请郎中！不必了，暗器上有毒。乡亲们，你们赶紧走吧，大队的官兵马上就到了。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，赵叔，村里的妇孺都走了，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都愿意跟着你干。不行，你们不能白白的送死，这样徒死无功啊！各位兄弟，听我爹的，快走，这里有我照顾。去那边，慢点啊，小心点，就这样。爹，这帮官兵为什么抓你？子龙，有些事以前不敢跟你讲，你年纪太小，怕你泄露出去。现在该是跟你讲的时候了。子龙，子龙，子龙，娘，子龙，伤得重吗？我带进疮药了。没用的，暗器上有毒。这，快把剑拿来。子龙，这把剑叫金刚剑，是用金刚锻铁打造而成。如果运用好，可以摧枯拉朽，有排山倒海之势。这么厉害，能削铁如泥？不止于此，这把金刚剑和你师叔身上那把倚天剑，是咱们大汉的一对神器，双剑合璧，可以天下无敌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不好了！又一路官兵挟持了百姓们，晴儿也在其中。什么？爹，飞龙！
快点！怎么办？扶起来。爹，这位将军为虎作伥，以奸贼为父，替国贼卖命，干下这无耻勾当，恐怕不敢以真面目见人吧？对吧？赵安，交出青钢剑，我便不与你为难。青钢剑岂是尔等鼠辈所能拥有的？哼！嗯。小安，我可以让他们一个一个在你面前血溅当场，到你交出青钢剑。动手！再走。剑我可以给你，可你必须先放乡亲们走。你中毒已深，一个将死之人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东周老贼不只要青钢剑吧？如果我死了，倚天剑的下落他永远别想知道。放乡亲们走，剑和我留下。我也跟着留下。爹，我也留下，还有我也留下。听到了吧？我妻子和孩子和我徒弟都留下，可以放乡亲们走了吗？放人！保安，人我放了，宝剑呢？竟敢耍诈！剑给你了，可你没本事拿到手。找死！爹，别过来！别动！别动！你还好吧？掀开他面罩，看他是什么怪物。既然他戴着面罩，说明他有廉耻之心，有点面子。赵安，你就算劫持我也没用，还是派出好几拨人了，你跑不掉。子龙，起剑，带着青钢剑，快走！别过来！我不走。子龙，从小我就教育你忠贞的道理，难道你忘了吗？青钢剑是先帝的嘱托，我们要誓死保卫它，绝不后退。快走！我明白，可是你赶紧送他走，快！我们走，走，快走啊！爹，我不走。早柳神，师傅，
预报，夏侯杰被劫持，所有人快快行进！是。赵安，你竟敢与太师作对，难道不配？我赵安只做对得起上天之事。你还好吗？终于等到为国尽忠的一天了。好，我们共赴黄泉，来世再做夫妻。拦住他！将他们2个好生安葬后，立个墓碑。毕竟他是我夏侯杰的师兄。子龙，子龙，你醒了！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爹娘呢？啊！走吧。哎，我爹娘呢？他们人呢？快说呀！快！那边有官兵，子龙，快走！我要给我爹报仇！走啊！快！我杀了这些官兵！放开我！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快，那边看看！杀！你们走，快！那你怎么办？走！这有一滩血迹，难道他被野兽吃了？继续搜！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们啊？到忘记怎么爱，沦落天涯，就如一缕炊烟，随着风被吹远，润着在走的山沟，我们回首，往事在翻涌。
英雄也为寂寞是难以退。都捉老贼！我许你不共戴天！看破，让我继续漂泊，勇敢的渐行渐远。为何一生回去吧。怎样被成全？那就求同。快回去吧，我们会回来看你们的。能够真爱两全。你师叔的名字叫李全，字德福，他在常山郡真定县居住，平时居无定所，我都很少见到他。如果你找到他，一定让他避开董卓的追寻。记住，他最明显的特征是背上有3道疤。哇！大哥，哎，这儿有没有一个叫李全、李德福的人？李德福，没听说过，你去问问别人吧。哎，师傅，请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一个人叫李全啊？没听说过。像师叔这种人，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他肯定都不用真名的，说不定他都不叫李全。最要命的是，我们连师叔的面都没见过，就算他这会儿站在面前，我们也认不出来啊。对呀。哎呀，我说，要不然咱先吃点饭吧，我肚子都饿了。你怎么又饿了？你就不能忍忍吗？不过子龙，咱们这么找下去也的确不是办法呀。这样吧，我们先想办法找个糊口的生计，等安顿下来后，再慢慢寻访师叔。切记，不要轻易显露武功。要是有人欺负咱们，那怎么办呀？走。兄弟，啊，刚打个面仗。哎，好嘞。子龙，你做这个干什么？哎，前天帮完那个县令，他又被他们给杀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帮山贼净祸害老百姓。早就听说过虎牙山山贼嚣张凶狠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嚣张，居然敢接连杀害朝廷官员。可怜了这帮老百姓，天天被蹂躏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太师，今天是您的寿辰，我等将奉上您朝思暮想的护国神剑。我太师笑了，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。太师，刚才你说有护国神器要给我们看，请问到底让我们等到何时啊？张司空，你何必着急呢？我既然答应给你们看，就一定会让你们看到的。你说什么？太师马上就要用到这2柄神剑，你居然没有拿到，这下你的祸闯大了。
参见太师。这喝酒得有助兴之物。太师戎马一生，总喜欢舞枪弄棒。依太师之意，请在座各位武将每人露一手，助助兴。谁的武功更高，太师便把面前的玉带赏给谁。当年力拔山兮的项羽，也不过如此吧？谢太师夸奖。阿长，好。好！华将军武功盖世，世间少有，得此玉带，理所应当。好。末将拜服。甘拜下风。进一步，拿去吧。哎呀，但是手下太是了，你只有厉害！你看，文侯不但是我的义子，更是大汉的护国神器。只要有我在，有儿奉先在，朝廷便会稳如泰山。那些个反贼曹操、袁绍等，都是一些小毛贼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恭祝太师！太师得温侯这样的护国神器，何愁霸业不成？天下太平，指日可待。夏侯杰，今日亏得我早有准备，略施把戏，才震慑住这群文臣武将。不然以太师的脾气，轻则你官位不保，重则……我早知道太师的性情，所以悄悄的先向温侯请教。你我一向交好，我也不愿意你被太师惩处。这样吧，此事如果太师问起来，我暂时替你搪塞过去。你速回去，尽快查处到青钢剑的下落。谢文侯，回去以后我立刻画像苗印，张贴缉拿文书。糊涂！打草惊蛇。如果那小子离开了长山郡，再寻找他，就难上加难了。文侯教训的是，我秘密搜寻。我已经向太师帮你请命了，为便你寻找青钢倚天2柄神剑。以后你出任长山郡守，朝廷诏令，即日便可下达。温侯大恩，夏侯杰没齿难忘。
怎么不跑了？跑啊！本来我还准备你给我上山当压寨夫人，我看你比我着急啊！放我走吧。好，放你走，好走，走。起来。兄弟们，把兵器放下，否则杀了他！英雄，咱们素不相识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然他一定会杀了你的。别废话，把你的剑留下，要不然俩都得死。正如这个姑娘所言，我跟她素不相识，恰好这一碰到，既然当不成英雄，我也没有必要以身犯险。告辞。拦住他！把剑给我夺下！可以，先把那个姑娘放我。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。不把剑留下，不但他得死，你也难活。仙哥，仙哥，仙哥，仙哥死了！你可知道刚才死在你剑下的是谁？山贼而已。那是我们虎牙山3寨主中。你跟虎牙山算是结下梁子了。如果有种的话，你给留个性命。铁面侠。
兄弟们，我杜绝今日对天发誓，一定要将铁面怪碎尸万段，用他的头祭奠我的三弟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虑，知止而后有定。为了寻找师叔，我蛰伏在这里。只有找到师叔，才能完成爹娘临终所托，我才可能知道逼死我爹娘的凶手是谁。可是，师叔，为何你现在还是无影无踪呢？掌柜，掌柜，向你打听个人好吗？打听谁？李全。李全，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不叫李全，或许还有一个什么别的名字。但是我听说他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背上有3个刀疤，你见过吗？哼，我说小兄弟小妹妹，谁没事老光着膀子让我瞧呀？哼！好了，你们赶紧去别处问问吧。谢谢啊。谢了。爹，前天住在咱们家的伯伯背上就有疤。闭嘴！小孩子不要说谎。夫子，对不起，夫子，我又来迟了，又尿被窝了吧？好了好了，肃静。你先坐吧，小伙子。谢谢夫子。今天夫子要教各位小朋友如何研磨。然后像我这样，往这个右面转5圈。记住，力道要均匀。然后往左面再来5圈。对。子龙，那你们自己练习一下。子龙，我跟晴儿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。严城，查到背后有疤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师叔。他也应该知道我们在找他，可他为何避而不见呢？董卓的爪牙很可能到达了常山郡，师叔再不出现的话，情况会越发危急。大家都听好了，铁面怪杀了我们虎牙山3寨主，我们要抓住他，将他碎尸万段。知情的快通报消息，不知情的出钱消灾。我手！你怎么能碰我呢？你完了，打他！是啊，对啊，骗了！不要吹了，你看他们那么穷。哎，你看，这小子是不是话事的人呢？是吧？赶紧追！就在前面呢，我看见了！站住！站住！这帮畜生，敢打我！你要不拦着我，我就把他们给打残了。记住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走。
小姐买点什么呀？不买不买。慢走啊！哎，爹，我还没玩够呢，我再玩一会儿。哎，我在这守了1个时辰，豆腐坊老板发现我在盯他，就拉着他儿子进屋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。不好，走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人呢？你不是在屋里吗？我。这里有个后门。他一定是从后门跑的。都是我不好，连个人都看不好。此事也并非一无所获，起码印证了2件重要的事：其一，豆腐坊掌柜肯定跟师叔交情匪浅，知道他的下落，他也许怀疑咱们是董卓手下的密探，所以不愿告诉我们师叔在哪里，宁可抛下家业出走。第二，师叔前2天肯定来过这儿，目前应该还在常山郡。老板，还有豆腐吗？哪里有人？走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房梁上有人盯着你们。青钢剑披周南，铁面侠威名传遍县城啊！青钢剑现世，一定会给子龙带来诸多麻烦。不过，年轻人嘛，总需要历练历练。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，我发现赵子龙确实是一个正义有为的青年，只不过他做事方面还有些鲁莽。假以时日，一定可以委以重任。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不急，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我自然会跟他相认的。哎，洛阳方面有什么动静吗？王允跟曹操、袁绍暗中联络，正在纠集诸侯，准备讨伐董卓。貂蝉，义父，记得你来的时候，还是一名幼女。我喜欢你的伶俐，收你为义女。一晃10几年过去了，我还没问过你，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吗？前几年，女儿不知忧愁为何，可近几日，每次看到义父愁眉紧锁，女儿也顿感惆怅。义父所忧的都是国事，只恨我为女儿事，所以时常怀念吴越之时，羡慕那时的西施，只身远赴姑苏，使国家免于被吴国蹂躏。西施，义父，就让女儿为你做些事情吧。文侯，据探访，他们今晚可能在这里传递消息。
是这个清河歌声吧？是，应该是，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。好，放河灯。文豪，只有放河灯的，很少有取河灯的，这个周防有问题。让其他人继续搜索，你带人过去看看。诺。闪开！你是谁？你干嘛？小月，不得无礼！大哥，咱们接信的人被发现了，咱们要设法掩护他们。快过去帮忙！我无意取他们性命，为什么他们个个都要寻死？来者可是温侯。你，小姐怎么会认得我？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。温侯威名远扬，在闺中也听闻过。姑娘聪慧，在下吕布，贸然打扰，万望小姐恕罪。能见到温侯，妾身也万般荣幸。啊，真是冒昧了。好，小姐不打扰你了，这就告辞。文豪，我们是来抓信使的。你方才从水中取出河灯，是不是用来传递消息的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别对小姐大声说话。是，文豪，你来回答我。这4卷是不是密信？将军看看不就知晓了。怎么是鸳鸯图？我家小姐天姿国色，每逢上元、中元、中秋放河灯之际，都会有爱上无数痴情的男子过来送这些河灯。我家小姐原本是不收的。可是又担心这些男子无辜的骚扰耽误我们回家，所以就只好做做样子。现在船舱里面已经有无数这样的河灯了，你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妾身对这些纠缠甚为厌倦，本不想抛头露面，可是近几日父亲身体有恙，妾身思虑再三，就放了几只河灯为父亲祈福，愿他身体永健。你父亲是谁？我家老爷是司徒王允。温侯，这儿发现有密使的信。啊，小姐，请问芳名？貂蝉。
貂蝉，貂蝉，绝美，绝美。洛阳郡守孟氏与司徒张温将突袭京城，此番战事，大人可将此事密告董卓，取得老贼信任，以利将来除贼攻城。今天结束了，大家回家吧。再见。走，等等我。子龙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人。好，带我看一眼。就是他，这个老头子天天在咱们家对面酒坊里沽酒，我观察他好几天了。他长山的口音中带着洛阳的口音，一看他就在洛阳待过呀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今天早晨他穿着薄衣，隐约看到背上有刀疤。那怎么才能认定他是我们师叔呢？如果过去贸然的问，只怕被怀疑是董卓的探子；如果慢慢的认，只怕来不及了。这有什么的呀？直接撩开他衣服看有没有刀疤不就行了吗？一会儿呢，你就撕他的蓑衣，我呢就撩他衣服。这肯定不妥。哎呀，别犹豫了，当断则断。你还犹豫什么呢？你再犹豫，青冈剑就保不住了。你们，流氓！姑娘，不要误会，解释，姑娘，听我们解释，哎，你不要误会，哎呀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先把公子放下，听我解释。姑娘，你别过来！姑娘，对不起啊，姑娘，对不起。爹，子龙。臭小子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欺负我家闺女！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调戏闺女，误会。误会？我明明亲眼看到你们欺负她，难道我眼瞎了不成？啊！老先生，你可算出现了。你不是天天在我家对面沽酒吗？是我们把他当成了你，还要跟你打招呼呢，要请你喝酒呢。哎呀，臭小子，你还有这个好心
算了，今天就放过你们，下次别再缠着我家闺女了。喂，你们两个小子，我是说真的，没事，我还有下次呢。那。 他的掌力也太惊人了。他的身手跟我爹极其相似，必定是我师叔无疑。可他为何不肯相认？董卓的手下会越逼越紧。那好。